大家好，我係 GC25嘅團長蘇嘉偉啦。咁我覺得今次嚟上海嘅體驗係非常之獲益良多嘅，對於我嚟講。咁無論係喺實習、喺工作嗰方面啊，或者可能喺團務、喺個團入面本身呢一方面，或者係我本身喺上海生活嘅所觀察得到嘅嘢，其實都學咗好多嘢翻嚟咯。首先講翻喺實習工作呢方面先啦。咁我就喺大德良行上海分部嗰度去實習嘅，咁就主要做 valuation 啦。咁我覺得今次嘅工作對於我嚟講都係非常之即係令我學到好多嘢啦。咁因為我係喺今次嘅實習入面，我係主要係幫手去做房地產嘅 market research 咁樣啦，就去睇翻上海、深水呢兩大股市嘅房地產項目呢方嘅前景，咁樣去做翻少少 research，去出少少 publication 咁樣啦。咁我覺得呢啲經驗嚟講，對我嚟講都係非常之寶貴嘅，因為佢係都貼合翻我本身本科上飛營所學到嘅嘢，關於房地產嘅市場呢方面嘅學科咁樣嘅。咁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用啦。咁對於我未來嘅職業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咁對於喺個團本身呢方面嚟，咁我覺得我都有唔少嘅成長啦。咁因為我今次有幸就擔任到團長呢個角色，咁當中我都需要同另一位團長同埋其他活動幹事去合作啦，去搞唔同嘅活動，好似我哋結業禮啦，同埋一開始到上海嘅presentation 嘅探訪咁樣啦，就好似去上海市青少年活動中心咁樣。咁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寶貴嘅經驗，去學識點樣同人合作，去搞唔同嘅 event 咁樣。咁同埋因為我喺呢啲活動入面都係需要去 present 去簡介翻我哋個團嘅情況，同埋我哋嘅即係呢個嘅意義咁樣啦。我覺得今次咁樣嘅經驗都係非常之有用同寶貴，因為佢真係幫我跳出我嘅框框，跳出我嘅舒適圈，去試下即係又唔係做翻少少 public speaking 方面嘅，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咁樣咯。咁同埋我亦都有去即係，因為我喺香港本身都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，咁就比較少講嘅，有啲怕醜咁樣啦。咁通過今次做團長，因為我要負責去維繫我哋團入面嘅關係咁樣，咁我都有去離開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樣去，即係多啲同人交流咁樣去，即係傾多啲偈同埋去維繫關係。咁我覺得呢一方面我都有成長到唔少嘅。咁當然最後就有我對上海嘅觀察咁所學翻嚟嘅嘢啦。咁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，因為我見到上海有好多唔同嘅建築物都係非常之環保啦，係都有即係 LED 咁嘅認證。因為我本身個科就係讀上飛營啦，咁對綠色建築呢方面都係都係要去研究下咁樣。咁我今次呢個旅程都見到，其實上海喺綠化建築呢方面其實都做得好好，同埋佢嘅 energy efficiency 都係相當之高嘅。咁其實呢方面我都震驚咗唔少，原來即係中國唔同地方嘅building sustainability 都係非常之先前咁樣，係甚至即係唔單止係香港嘅 level， 甚至可能已經超越咗我哋呢方面嘅情況。咁我覺得總括而言，咁呢一個計劃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同埋獲益良多。